於等到小息，買到我最中意食嘅魚仔餅，等我即刻打開嚟食先。我最中意天降餅碎，今次點止5頸2魚，直情係5塊魚仔餅養活2萬則螞蟻大軍。救命啊！我哋學校俾螞蟻大軍襲擊啊！唔使驚，學校環境由我哋嚟守護。出面做乜咁嘈㗎？救命啊！各位同學，好對唔住啊，原來係我食魚仔餅搞到周圍都係餅碎，引咗咁多馬威過嚟。等我掃翻乾淨佢啦！我以後會好好愛護學校環境，自己負責清理自己嘅垃圾。人立紀念小學，我哋大家都有份。人立紀念小學。